中薩仁波切講過，自由嘅人早已經接受咗冇人同愛嘅關係。人活着最大嘅痛苦來源於一個誤會，總係以為呢個世界上必須有人愛你，無論親人、伴侶、朋友，抑或兒女，甚至到陌生人，都被籠罩上必須應該對我好嘅期待。但係真相係冇人簽訂過咁樣嘅合同，冇邊個生落嚟就要履行呢一份愛。關係嘅本質係自由選擇。父母生你係本能，但係愛你需要修行。伴侶選擇你係契合，但係持續付出係需要智慧。朋友接近你係機緣，但係留低係需要價值嘅共鳴。所有關係都係流動㗎，今日親密無間，聽日可能形同陌路。能夠留住嘅唔係強求，而係清醒。我允許你隨時離開，正如我隨時可以轉身。人最深嘅恐懼係將被愛就等同存在價值。工資加咗先敢挺直腰板，被人稱讚先至覺得生活有意義。呢種活法就好似將自己嘅命運主動權拱手畀咗人哋，而人哋稍有變化，你就開始懷疑自己。真正嘅覺醒係睇到自己嘅價值，而你自己嘅價值係唔需要任何人去評價。你活着，呼吸住，就係宇宙最莊嚴嘅宣告啦。